台股今29日受到美股科技股回档影响，加上台积电因晶圆瑕疵将影响良率，股价走弱压抑大盘表现，指数开盘随即跳空下挫，中场下跌81.74点，以9931.59点作收，站稳5日线之上。三大法人同占卖方，共卖超31.02亿元，其中自营商卖超8.88亿元，投信卖超5.01亿元，外资及陆资终结连八买，除现货卖超17.13亿元外，更在期货大减多单6779口。台指期部分，外资大减多单6779口，多单未平仓口数减至52207口，投信增持空单1027口，空单未平仓口数增至25975口，自营商回补空单2022口，空单未平仓口数降至814口。外资今日买盘集中在电子股与金融股，或外资买超上万张的个股包括景友达与群创，或外资买超上千张的电子股包括联电、新兴、彩晶、光宝科、盛群、联咏、华通、华邦电、GIS、KY、瑞仪、瑞昱、金电、翼龙、美律、南电。金融股包括元大金、开发金、中信金、兆丰金、星光金、上海商银。外资买超第1名为友达，买超23831张；第2名群创，买超19353张；第3名富邦 VIX， 买超17268张；第4名联电，买超8742张；第5名奇邦，买超6407张；第6名元大金，买超5613张；第7名开发金，买超5290张；第8名中信金，买超5083张；第9名新兴，买超4948张；第10名彩金，买超4707张。外资卖超第1名长荣航，卖超10629张；第2名台积电，卖超9865张；第3名南亚科，卖超5600张；第4名鸿海，卖超5455张；第5名元大沪深300正2，卖超4499张；第6名中石化，卖超3979张；第7名旺宏，卖超3746张；第8名远传，卖超3739张；第9名宏达电，卖超3695张；第10名远东新，卖超3220张。投信买超第1名兆丰金，买超6692张；第2名长荣航，买超5179张；第3名汉翔，买超1295张；第4名联茂，买超1194张；第5名远东新，买超958张。投信卖超第1名中信金，卖超2500张；第2名亚尼，卖超1749张；第3名开发金，卖超1400张；第4名维新，卖超1250张；第5名大成钢，卖超1053张。国泰正奇分析师蔡明汉指出，今年春节假期相对较长，观望气氛一定较浓厚，预期明30日农历年前最后一个交易日，大盘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性，持续处于量缩整理，建议适量抱股过年，等到开春后，包括美中贸易战、美股科技股财报出炉后，不确定因素逐渐消除，再做加码动作。更多精彩内容请至钜亨网连结。